睇下幾多分。係啊，咁啊嚟到 2-2啊，兩個好球，關鍵打直，到有冇打出去咧？哎呀，拉弓三振啊！哎呀，中出啊呢係啦，咁你見到咧，哇咁啊，Artemis 嘅教練咧有少少怨氣啊，咁啊始終咧都係有啲高嘅。係啊，咁啊當然好，咁呢球投入嚟啦，進行進攻，後手接殺，破蛋嘅。嚟啦！哇，打出去啊！哇，打得好型，歪大接殺，咁啊一個氣勢高飛咧。要闖過魔境不輕易，真了，誰話會馬上像史詩？見人到底是誠意，創霸門親都在一試。這莊稼從未誰有熱血注滿電池。是人跌落低谷裏為沉澱出高見，突破點，甜到盡處先望見。哇！好新手啊，游擊手。無敵到曙光都照求慣，傷勢越爆發越敢燦爛。記住攔截的彎，撞頭的板，為引導你換招式過關。無敵到落難亦敢放膽。哎呀，一個揮拍。誒，堅制。哇！後手嘅臂力非常之強啊！失敗也可是誠意，着起動新手穿修煉，更專注，從弱處鍛鍊到優點。喂，咁啊玩埋打出嚟啊！哇！球隊反應好好啊！冇嚟出步咧，好！係一個揮空，第三球，哇！依然係歐晒啊，揮空。誰也望可真誠，但承認輸看見，何會輸？從別撞別出鋭子，動作劇注重角色角色。係啊，咁啊嚟到 2-2啊，兩個好球，關鍵打直，到有冇打出去咧？哎呀，拉弓三振啊！無敵到輸，左一短打，哇！喂，揾佢，速速過去啦，後頭傳一，短打，有咩又係一樣咧？點過去頭手啊！手接到，佢一來。撐到大桂冠那關，也要力變可得。哇！阿川呢個三遊嘅方向係一個阻礙嘅安打咁嘅情況啫。無敵那一位經過更差，不過是氣裏亦不怠慢。永沒長敗將軍，獨贏專家，是各自領略招式過關。其實我外貌極不對版，亦跳像跨出外欄，不要害怕，但勢亦可攀爬，從錯處錯節找方法衝開困難。無力到輸都照求慣，傷勢越爆發越敢燦爛，記住攔截的彎，撞頭的板，為引導你換招式過關。無敵到落難亦敢放膽，即使我輸得勇猛，心態薄嗎？可願露出魔法，從錯處錯節找方向衝開鐵欄。做一個捉擊，哇！呢個捉擊落點好靚，部手處唔處理到，掉穿埋，但係後邊有人好怪。能夠我最慘敗。撐到大桂冠那關，也要力變可得。
永沒長敗將軍，獨贏專家，是各自領略招式過關。其實我外貌極不對版。